廿多年来，许多人用打工旅游的方式去到国外体验无共样的文化。10年前，来自毛利地客家妹的杨素仪，也把论卡邦的去到上述的国家土耳其去四处旅行，在当地的民宿打工玩歇业，里面还加本土耳其人。结婚过后，伊能都转来台湾开餐厅，也老公的好手艺，本各多人认识土耳其料理。也见证一人千里相逢的美丽故事。老又怕有盐的面团紧切，蘸出一碟破破饼皮，面红就顺时表定卤桂牛肉、橄榄、cheese、青米，含烤一碟软落去，上意配上配几分钟的香喷喷的披萨超好诶。不过也种馅呢同香米都同平常看得到盐盐的意大利披萨无共样，原来也是土耳其菜系的传统做法。我们土耳其的话，我们做比较多香料，香料是做的比较多。大概腌肉适合用盐包、黑karabiber, kekik, toz biber, pul biber, kimyon, and suma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而且比较喜欢放不一样的，大概是在4种，在土耳其那边。东方的字眼，洋东跨粉结合西式的披萨，完整的反映出亚文化对土耳其很用的用格味。安提佩的风气是土耳其上世纪人去旅行的原因。Maybe Yilmaz 同家不用，牵出一团千里姻缘。这个世界都会想出国去聊一下，来听听啊，看看这边土耳其长得怎样诶，吼啊，10年前土耳其哈算一较冷门的国家，所以讲因个世界去也唔说是讲土耳其样诶，啊，除非有嘛因去看看那里，安尼啊，既然啦缘分都有苏斯艾先生啦，啊，这个世界是朋友安尼啦，嘿，错。哎呀，唔是糯米也变一家老公啊嘞，嘿嘿啊10年前，台湾人还冇买了解进打工进了，像是老条路标配去土耳其做背包海洋注意，认识了啲有名的观光景点面包开民宿的Yilmaz，两三人同油花好过，佢竟然想出爱留啲人家民宿打工来玩有好故事。这个世界是东好搞，上讲都都后生啊，都也方也上爱做，个方也上爱做，此看那个就感觉看样的嘛，啊都想过去这片市看那给做民宿，安尼条路是加有什么乐趣安尼啦，啊伊都过去哦，啊再想讲安尼洗我动辛苦呢，早顺一早都风啊，5点都风咯。风起来做银行的早餐嘛，早餐啊试啊咧，啊个书本，佮着啊外头民宿又有旅游啊，佮着一道爱推销给客人的东西呀、啊，所以其实一整个下来，一整天休息的时间无按多啦。做民宿虽然都无限，不过佢两者感情是更来更好。杨素仪发现，也来狗屁的泰木族的土耳其人有言道，做些有认真，佢脚多动啥忙，出几天为家的，公司的有嘛些家乡很想到大家的注意。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乡下的地方，那我们会到照相馆去照相留念，结果翕相，给你翕相，嘿错。啊，所以个实在个生意呢，可能第一摆看到亚洲人上到安尼去，因为佮着较少乡下的人较少接触亚洲的人嘛吼，所以佮着安尼健康来，都健康，俺翕相实在叫爱拍来看，哦，这就是亚洲人。我们欧洲就是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人看的话，跟我们脸差不多，但是欧洲跟亚洲的，我们觉得小孩子时候觉得，脸
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像说就是小朋友看亚洲的人的话，是觉得就是外国人是会看得出来。要先放什么？酸奶，先放这个吗？蒜头吗？好。认真做民俗事件当初，将提计量晒成法，结婚过后，严肃地讲爱转来台湾。一方面，台湾人对外国料理接受程度高，统一起的传统美食，两三人决定爱开一间传统的统一起传统。如果像我自家是感觉讲民俗的条路挺辛苦，所以我都想无缘来台湾试看啦，看开安尼无款款的料理哈，安尼台湾人用得接受啊做唔得哈。因为因台湾人较是咧安尼古怪的东西、新奇的东西啦，所以因来试看咧安尼料理，迄咩台湾人都用得接受，所以我个时节，我同我先生讲，还有我老公讲，就来一杯试看咧。除了一般人较有印象的统一起冰淇淋、统一起的传统面包料理，咪系用嘛自家来做。一方面系尝试技术好多亚术语，另外咪因为其新伊斯兰教，伫台湾杀东南青岛客服教育的传统，希望为伫台湾的穆斯林提供安心的饮食环境。我们是伊斯兰教，外面吃的不太方便，所以我们一直让东西吃饭的东西，像说再开一家土耳其餐厅，一边吃一边卖的样，这大概是这样子的想办法。伊斯兰我哋咧吃咧肉，要经过特殊的认证，无像款呢哈，可能给要经由回教的人来宰杀，然后宰杀的时候可能要念一小段文字之类的。所以说我们的肉品，所以我们肉品它是很严格把关的。好，这边帮你上个菜，这是卡夫马鸡肉。都系示范的时节，两公婆无限等群体人客，依度啲推中做事嘅统一企业都来也示范来结成招，将是相当严肃嘅统一企风景，一步一步引头变好。带来也示范的人客，咪强下见证，计量3年也团奇妙嘅缘分。